新任的司法部长林义健今仔表示讲，司法部会以 AI 产业、治安沦陷、佮有打击诈骗来正做施政的重点。另外，针对台湾附近海底电缆线佮长期，林义健是表示讲，即个是菲律宾甲新加坡海底电缆线长期，毋是台湾到菲律宾的连线，所以对台湾的用户影响无大。 网络传出台湾的国内外海南出现9条长廊的假信息，引起讨论。由处长升任的所谓发展部长林基敬，车衫举行媒体临地提讲，面对媒体询问提出说明，强调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国内海南有300个种的事件，包括大马、大坪的海南和船只高档，甲大马3号楼区受损。 国际海南伫24海里外的国际段有8摆登去，多数发生伫瓦近香港、日本等区域。拉上来才有可能去判断它的可能原因。当然，还有一些实际的状况，比如说那个地方刚好发生地震，渔网勾在海岸上，我们就知道它可能是海缆破坏，是渔船的原因。甚至有些断面是非常的平整，那我们可能就知道是人力的破坏。 台湾的国内外海南出现9条长廊的传闻部分，部长林基敬强调，这涉及假信息流通的问题之外，也强调9月初发生伫东亚交汇2号海南系统断线事件，当日发生伫菲律宾甲新加坡之间的路段，并不是台湾到菲律宾的连线。像这个网际网络的特性是有各种不同的路由，不是说。 那只有一条线这样走。事实上，网络当初的设计是有一条路不通的时候，整个 Internet 的系统自己会去找到另外一条替代的路线。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真正有影响的，大概就是刚刚部长谈的，就是有些电玩的业者，电玩的同仁，电玩同仁，因为他们要速度非常非常快，那可能差0.0几 millisecond， 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些感觉。 另外，因为诈骗猖狂，林义健强调，司法部会继续以打诈甲治安遵循 AI 产业作为施政重点。打诈上，林义健强调，司法部会继续加强打诈，为法律科技等面向多方面同齐做，要求Meta等国际网络业者配合，铁路诈骗目标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